城市中心呢度一路過去，第一個吉鋪，第二個吉鋪，第三個吉鋪，第四個吉鋪。呢間餐廳又係吉鋪，第五個吉鋪，第六個吉鋪。呢間以前我哋都嚟食嘅龍記茶餐廳，就成為咗呢條街嘅第7個吉鋪，第8個吉鋪。地產啦哇！第9個吉鋪，第9個吉鋪，第10個吉鋪。呢個都似係一個吉鋪。第10個吉鋪。11個吉鋪，短短一條街已經有11個吉鋪。